我問佛：世界點解有咁多遺憾嘅？佛說：呢個世界係娑婆世界，娑婆即遺憾，冇遺憾，俾你再多嘅幸福，你都體會唔到快樂。你以為錯過咗就係遺憾？其實可能係躲過一劫。唔好貪心，你唔可能乜嘢都擁有，亦唔好灰心，因為你亦唔可能乜嘢都冇。所願所不願，不如甘心情願；所得所不得，不如心安理得。我又問佛：如果遇到可以愛嘅人，但又怕唔能夠把握，咁點算啊？佛說：留人間幾多愛，仍浮世千重變。同有情嘅人做快樂嘅事，唔好問係劫定係緣。終有一日，你會靜心落嚟，然後笑住搖搖頭。浮生不過係夢一場，一切都係過眼雲煙。努力過，盡心啦，珍惜啦，得失睇淡，就問心無愧，坦然前行。你若不傷，歲月無恙，能夠治癒你嘅，從來都唔係時間，而係內心嗰一份釋懷同明白。努力之後，選擇隨緣。人嘅手就係得咁大，握唔住嘅嘢太多啦。世間一切皆為空歡，冇一樣嘢係真正屬於你嘅。你嚟皆大歡喜，你走兩手空空。唯一屬於你嘅，就係你活着嘅每一瞬間。相逢嘅意義係在於照亮彼此，唔係嘅話，一個人飲茶都好浪漫，一個人吹風亦好清醒。緣分本來就係稀薄寡淡，相伴一程已經係萬分感激。冇乜嘢係一成不變嘅，亦冇邊一個能夠一直都陪伴住邊個。只要同行嘅時候係快樂，咁就係最好嘅相遇。至於點樣失散，並唔重要。